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周志云，你骗我2年这么久，我今麦无想要为着你浪费我的时间。也毋过我为着你，今麦啥物拢无啊！你今麦想要回头做你造型，无遐尼简单。创啥你搞放开！你搞放开！搞放开！周志云，你创啥？哎！足家暴的，你欠拍！我唔管你是啥，马上甲我离开！你想啊？我是因果，你都唔走，我马上叫我保全来。文琪，好啊，无代志啊，咱先去哩啊。走在比淋湿的冷气后，想起我们曾经紧握在雨中的手，最后想一遍你的笑容。关了灯声，寂寞静静陪着我。人群中狂欢的背后是无处可躲，过往的快乐反复重播，被深爱过不舍的痛。这个拢是大工的建本，也毋过款式较简单，找看卖，敢有较适合你的生活衫？还是你敢要请假，我先送你回去？唔免，一点仔代志就请假，佮要安怎变水啊？多谢，我还是家己来就好。我在外口等你，你换好甲我讲。全公司所有人，回避镜搞咋？搞咋？回避镜搞咋？哇，这是爱心炸弹哦！哦，咱总感足幸福的。来，你嘛有，另外这份吼，替我调星星。做咩？多谢头家娘对阮这么用心。你莫在后背叫惊喜报应啦！那我调伊，星星，星星，星星，进来啊！回避镜回来呢，足香的呢。阿斌，头家娘，安怎样？总监呢？总监也未来啊？啊，未来？也毋过我在停车场有看到伊的车呢。哦，可能是伫其他部门开会啦，还是我敲伊，伊真紧就会出现。
唔免啦，我在办公室等伊就好啊，你先无闲。哦好。拄则迄个人，敢是你男朋友？已经毋是啊，安尼，伊为什么会？我甲伊分手真久啊，都毋知影是第几个啊。伊一直想要甲我搁做伙，我无想要插伊，所以就甲我勾勾甜。你即马的男朋友敢知影？伊当然知影啊，所以迄个毋食人才毋敢去阮兜，才来公司乱啊。安尼你拍算要安怎？万一搁来找你要安怎？你是烦恼啥？我是啥物款人，你敢毋知影？今日是拄好互你拄着，无我家己嘛是会当对付伊的。你到底伫烦恼啥？我细汉互罗马偷笑，拢无伫惊，即马只是一个笨手，我有啥物好惊的？而且感情就是安尼啊，所以时阵会拄着毋正人。你拄则嘛看到，我只要回头，就绝对袂回头。也毋过你爱知影，你有亲人，只要你需要，随时拢会来找我。我讲过，我只要回头，就绝对袂回头。对感情是安尼，对我无想要信你们兄嘛是安尼。文琪，文琪，文琪，文琪有人，原来你在遮啊。文琪搞咋？真正是足超过呢，你的手拢肿起来啊！我拍甲有淡薄仔大力，伊应该比我搁较惨。你哦，搁笑出来啊！竟然找人找到公司来，真正足可恶的。你迄个时阵应该报警才对啊！哎呀，迄个时阵我只想要保护文琪，无想遐济。我等者还是去甲保全调一下影片。袂当安尼死就放伊煞。咱先莫甲代志闹大，我想文琪嘛无想要互别人知影。我无遐尔讲好无，我是想讲咱先甲迄段影片留咧，假使文琪以后想要告伊，嘛用会着啊。文琪即摆心情无好，袂想遮多，也毋过我身为大嫂，爱替伊甲代志处理好啊。啊，阁有你，以后莫阁倒强啊！万一拄着较歹的人是要安怎？好，我知影，我会较细腻啦。你即马的男朋友敢知影？伊当然知影，所以迄个毋正人才毋敢去阮兜，才来公司乱。你即马是安怎？这款相片你也敢传？这大声创啥物啦？假使你要传这款相片，就算传100张互我嘛袂接受。你到底敢有想要去新加坡？我知影因的外表是较勉强，毋过演技拢足 OK。到时你要缘投体面，互你做面子的，即摆人选就跟他交换一个，你无接受我嘛无法度。哦，安尼就找伊啊。啊？你讲啥物？我讲好啦，就找伊啦。我甲你讲哦，假使连伊嘛袂用，我就连你做伙电死。我阿皮我保证，你绝对无机会甲我敌。我甲你讲，人选确定啊，对即马就开始训练。会啊 ，Mavis 交俾听记。你好。确
卡！恁安尼足无像男女朋友诶，坐较活咧，坐较活咧。好，先握手，表示合作愉快。但文琪，你袂当安尼无配合，假使到时阵别空，阮袂负责咯。而且你若感觉遮勉强，我会当卖接这个 case。阿平，我甲你交往的时阵，我有甲你讲过甜言蜜语，无，到亲像爱生的囡仔靠伫你的身躯顶。嘛无。虽然演戏的人是伊，毋是我就是做我家己安尼才上自然，敢毋是？安尼啊，交换，你着演一个崇拜文琪的软萌男，即摆只有流行软萌男啊！恁拢足无了解对方。我对网络找到的鸳鸯100题，恁两个拢写者，交我看，搁较了解对方了后，才进行后一步。第一届约会所在，第一届相亲的感觉。第一个暗暝是倒位过？上介意对方身体倒一个部位？这是啥物恶问题啊？上好是有时代安尼问。足好诶，足好诶，恁总算想法共款啊！我甲恁讲，爱演就演较好咧，时间无济啊，恁甲这写好，交换，转去甲伊背写。3工了后，咱才来考试。好，就安尼，我来款经理，再见。目前这问题真正。假使你感觉受勉强，咱会当做无这件代志。我去甲阿皮讲，我袂接这个 case。袂用诶，你一定要陪我去参加聚餐。手机摕出来，先交朋友。题目我已经做一份给你，建议你先用网络查我的名，了解一下你的客户。互拄出社会的你的名言语录。哇，实在足欠开。初恋精灵叫什么名？当作谈过几届恋爱。哦，这100题实在问了伤过白痴啊！喂，我已经把我的基本资料传给你啊，你嘛把你的基本资料传给我。啊，那咱的恋爱故事，我会编一套，你背来就好。什么100题就拢免管啊。OK， 回弟你是头家。对安尼，有问题再问我。嘿，等下，这2天我会进一批新的咖啡豆，假使你的故事编好啊，会当来哪啉咖啡哪讲。哦，好啊。迄个加做男朋友的代志，多谢你。免客气啦。对了，我拄则有查你的资料，你真是足优秀的。为什么要为着自餐找人假做你的男朋友？敢方便互我知影原因？因为若是知影，无的确我会当演到搁较好。歹势，算我到位。啊，不要紧，我写好就传给你。我去工厂遐开会，药啊爱记食。
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敢是周友莲先生？是，我是。你好，我是江宁河友爱的头家，嘛是讲的未婚夫。江先生，你好，你好。有一件重要的代志，我想要找你见面讲，唔知你敢有闲？请问一下，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你放心，友爱真好，是我有代志想要甲你讲。无我这2天找时间去台北甲你见面，确定的时间才甲你讲好无？好，多谢你。另外，有一件代志爱麻烦你，就是我找你见面的代志，莫互友爱知影。好，我知影。多谢。什么代志？我找2间辅导正规的顾问公司，拢伫台北。这2天我会分别去甲因拜访。安尼，我甲你做伙去，我拄好有代志要办。敢是公司的代志，敢随我替你处理？毋是公司的代志。哦。安尼，明早起我开车去接你，安尼就毋免开2台车。好啊。今日算头一个见面，真欢喜熟悉你。友爱传迄款的消息去恁兜的群组，恁应该拢惊着吼。对啊，因为是从来袂讲家己感情生活的人，所以雄雄讲伊有未婚夫的时阵，真正甲大家拢惊着啊。也毋过我知影，伊一毕业就对你做代志，伊嘛讲过你几落解，我只是毋知影恁咧交往。那呢伊敢有甲你讲我破病的代志？2年前我得到癌症，本来掠准控制了足好，想不到最近去检查，才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啊。是讲即摆医疗医生讲，剩3个月。友爱就是因为无法度接受，这传迄款消息去恁兜群组，伊愈安尼，我就愈袂当答应伊去甲恁兜的人见面，所以今日找你来，是想要麻烦你。替我苦劝伊放弃这种想法。江先生，你感觉伊有爱？我足爱伊的，不过就是因为安尼，我袂当答应甲伊结婚。我无想要耽误伊一世人，安尼受自私啊。虽然我是因阿兄，也毋过我嘛无法度替伊做主。应该讲，阮兜所有的人，包括阮爸，嘛无法度。你应该嘛真了解伊的个性，伊是一个只要有想要做的代志，任何人拢无法度改变伊的决定。就是因为受了解伊，才毋甘。伊才30外岁，我无希望因为我影响到伊未来。其实嘛毋免找人苛刻伊，你只要顺伊的意，陪伊转去一逝，嘛互伊陪你去病院治疗。反正时间久啊，伊就忝啊，就无想要结婚啊。重点是。假使伊感觉在这段感情内底，伊尽力甘愿啊，就袂显倔强啊。想袂到，友爱有一个这么了解伊的阿兄。你讲的我了解啊，
我嘛会照你的建议去做。多谢你。今日这间国门公司的实力袂歹，伊会当提供财务、税务、甲风险管理这类专业咨询。辅导期间，佫会当协助公司各个部门整合，提高工作效率。看起来因事先做袂少功课，对咱兴华嘛真了解。我若明仔载要去看这间，歹势，是回宾。等我一下。喂，回宾。有咧，这晚你哪还袂困哈？我搁咧甲文琪讨论代志，你咧？你替我开扩音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开好啊。文琪，你敢听到？听到啊？古餐的餐厅我已经订好啊。我即马吼正在看菜单，想要改几项菜式。你敢有特别想要食的？明仔载我甲餐厅讲一声。我拢会用的。啊，你男朋友咧？伊嘛共款啊。安尼我就无替恁特别安排啥物戏啊。啊对啦，我有甲餐厅讲，包厢内底袂当放花，你放心啦。多谢你。有咧，你明仔载几点会转来哈？我差不多按头啊到。明仔载暗时，阮爸有约几个生理方面拢袂食饭，你爱做伙过来哦。哦，好啊，你等下甲地址传互我。好，你先困，我甲文琪搁要讨论代志。好，晚安。敢会当继续讨论啊？咱拄则讲到倒位啊？喂，宝贝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喂，2天过去啊，请问咱恋爱故事你编好啊未？哎哟，人今日规工拢伫咧出差，搁即马搁伫咧讨论公事，足忝的。请问，咱敢随后即马就开始演？敢卖我配合你？哼，宝贝。宝贝，安尼你敢有想我？有啊，我足想你耶。我明仔暗时7点就回去啊，你先去阮兜等我。拜。拜。咱两个到底谁会先去笑啊？恁男朋友啊？对啊，伊就念我，念到我拢挡袂掉。咱讲到倒位啊？哦，食啦。迄台空气清净机，多谢你。你要多谢就多谢慧敏啦，迄是伊送你。你阁真是真爱伊，连零钱拢替伊做好。我知影，迄天徐慧敏买一束花要送我，是你叫欣萍摕走的。一个送我花的人，哪会知影我会过敏？阁专工送空气清净机互我。唉，送的送啥物拢无重要，重要的是慧敏是真心想要对你好，这份心意你有收到就有够。今晚我就忝的，明仔载再讲。
好啦，你较早休困。晚安，我来去。你只要顺伊的意，陪伊转去一逝，嘛，互伊陪你去病院治疗。反正时间久啊，伊就忝啊，就无想要结婚啊。高子，高子，你昨昏拼袂讲赶倒，哪会无去搁困一下？困袂去，有一寡话袂当放在心内。想要甲你讲一下，隔壁。江宁河，假使你是要甲我讲自产的代志，我不准你拒绝我。自产，我会甲你去。我甲你转去见你的亲人，也毋过破病，阁有结婚的代志，拢是莫讲。为啥物莫讲？你想看觅，假使你的亲人知影我破病啊，阁要甲你结婚，因一定会反对到底。到时阵你一定会甲因冤家。不如啥物拢是莫讲，好好啊食饭，甲因熟识者。等我的病好起来，才甲因讲咱的计划。好啊，惠弟，我本来就无介意转去的时阵，因一直问东问西，真正足烦的。只要你答应我，甲我转去了后，好好接受治疗，我就真欢喜啊。就安尼讲好哦。我是慧敏，我即摆在饭店，小等下要讨论食饭的菜单。想要问你甲林豪对无啊？恁敢有特别想要食啊？伊介意烘鸡吧，阁有烟肠、烘鸭拢介意，我介意共款。我知影，古餐券哦。麻烦你啊。一讲到烘鸡肉，真正足想要食呢。咱莫等自餐，即摆就去食好无？好。司机大哥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要叫车，等我。我碰过。阿姨，你的苹果。阿姨，多谢。安尼，后一班公车要等偌久啊？冠华，冠华！哎呦，你哪会这么久啊？哎，落去读车。我等真久呢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为什么冠华手机要关机？迄个查某是啥？沙拉出一份大盘的，韩国肉较济咧，其他的菜式就照早起我传互你的，无改变。啊，好，我会交代总破菜准备。多谢你哦，安尼你身体无闲，我家己落去啦。好，若有问题随时甲我讲。
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要坐就紧入来啊！看啥物啊？歹势啦，我是要落去。迄个查甫的，哪会迄个是叶冠华？应该是我看唔到啊，无可能是叶冠华。文玲，慧敏姐，恁来伫遮？我来饭店讨论煮餐的代志啦。你去买菜哦？对啊，我拄买好想要转去，结果无坐到公车。我有开车，我送你啦。多谢，家早有拄到你，我赶遮的菜手拢伫要转去啊。买遐尼济菜，冠华就有考好的呢。我应该好好甲你学习无？甲我有啥物好学的啦？我较欣赏你，会当甲阿兄的事业斗相共。若亲像我拢无才调甲冠华斗相共。每一人拢有每一个人的优点嘛。若是出来办煮菜比赛，你一定是第一名的。敢若是安尼呢？出来大家拢足喜欢我煮的菜，连冠华嘛足爱的呢。讲到冠华，伊即马感觉在银行做业务经理啊？对啊。上班的所在应该拢在银行吼，应该袂世界走啦。无，伊讲伊定定陪客户走来走去，拢无用到这晚，转去嘛足忝啊。我拢唔敢问伊工课的代志，我惊伊听我讲遮会足烦呢。慧敏姐，你哪会常常一直问冠华的代志哈？无啊，因为我拄则在对菜单，常想到后来问你甲冠华介意食啥物。伊哦，只要有肉就好啊，你唔免顾虑伊啦，你方便就好啊。我会请你头前啦，行。好，多谢你哦。我甲你斗关啦。我紧，我会用的，多谢。暗时我伫咱去过迄间摩天等你，不见不散。恁男朋友传信息给你哦？无啊。安怎是？文琪。啊？你无代志吼？我无代志啊。对了，等下当送我去恁约的餐厅附近，互我落车就好。你早遮尔济物件，还有电脑呢，我先送你回去啦。唔免，我甲去别个所在。我明仔暗时7点就回去啊，你先去阮家等我哦。拜。伊到底是演戏还是认真的啊？6点半。要去无？多谢。拜拜。文琪，你的批包我无摕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安怎？这么无头绪？
免走，多谢。你传遐相片给我，是要威胁我是？马上给我摕掉！上车啦，咱入去好好讲，在遮无方便啊。你是毋是掠出你手机有几张相片，就会当叫我听你的？文琪，创啥？我传遐相片真正无坏意思，只是想要提醒，咱以前有这么侪欢喜的回忆。哎呀，是你啦，是我骗你，迄是因为我伤爱你。要毋过我即摆无爱你啊，敢袂赢？你搞崩溃！你唔惊我甲遐相片寄去你公司哦？你想看觅，有这相片陪你去园华报道，恁同事会安怎想？大家会安怎看你？还是乖乖甲我入去，咱好好开讲。你真正就讨厌呢！明明知我爱清气，搁带来这种几百人困过的所在，安尼搁假讲你爱我？你讲了对，我是应该甲你好好讲一下。咱拢熟识2年啊，是应该爱互你一个解释机会。了毋过要讲，去阮兜。好，去恁兜，就甲以前同款。你创啥？你敲什么电话啊？真重要心。啊，无啥物。大家拢伫内底，有啥物代志，敢袂敲我一讲？看起来咱这位少年的企业家事业做真大，足无闲哦。歹势，歹势。张家伫咱这个所在，算是真早起家的企业，起家张家会当结亲情啊，会当讲是天数量的亲事。议员，你放心，红包我一定包上大包的。多谢，大家遮尔侪年的交情啊，红包大包细包真正不要紧。下记日半工来食因的喜酒，好不好？一定。多谢，我给你。多谢。多谢。你无代志讲，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有呢。哦，有人，我甲你讲，慧敏是我自细汉看伊大汉的，伊是查某囡仔，拢甲我啉嘛，你连酒拢无啉一杯，敢妥妥？有呢，你啉一点嘛啦，这拢是阮爸的老朋友。你男朋友传信息给你哦？无啊。是的，阮公司临时有急事要处理，今仔日就先到这。后盖我会请大家食饭，甲恁会师的。慧敏，什么代志啊？有人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感觉文琪怪怪，伊安怎？伊拄则落下就足奇怪，路车轰轰公公，连电脑拢袂记摕。是毋是伊的前男朋友过来叫了去？我跟你去。唔免，你留来安搭恁爸妈，伊应该真生气。你莫倒强哦，老爸啊，就报警知影无？我先去因兜看卖。无伫咧，阿皮和我的地址是遮无毋对哦，毋是甲我约7点，
总监嘛会知道。要是阿撇第几想唔对，确定我问伊。安尼，你手机借我一个，我公司有代志。谭文琪，你咧想啥物？我拢知影。落车。谭文琪，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安尼，你手机借我一个，我公司有代志。谭文琪，你咧想啥物？我拢知影。落车。谭文琪，谭文琪，我去！你冲啥？刘继魂，你走！冲啥？无代志，有安怎吧？刘继魂，起卡挡住是安怎？刘继魂，谁你？你怎么没个话？没有回来哦。别个跑，个跑报警！好，报警啊！非得是这个小囝先动手的。你咧后壁讲啥？明明是你先对伊动手的呢。好啊，警察来上好，大家讲好清楚啊。刘继魂，你应该无想到，今日来今日进前，我手机拢有开录音，你甲我威胁遐话，我拢总录落来啊。加上这支手机内底相片、证据拢有啊，你想要找警察讲清楚是？好，我即马就替你扛。慢，好，是嘞，是我唔好，你帮我刷。你的手机还着先放我遮，还阁唔走？还阁唔走？报警哦！报警哦！到底是安怎？迄个人是啥啊？我病毒甲你解释，我就忝的。不代志好。哎，敢放开！你啥？我就要问你咧，放开！放手！你放手！你给我放手啊！放手！好啦。伊是阮男朋友，你莫误会啊！我拄则无说你跋倒，你毋免烦恼啦。你替我甲电脑送转来啊！我替你摕。文琪，伊是伊是阮阿兄。歹势，头一个见面就互你误会，我是交换文琪的男朋友。这件代志本来就是我先做唔对，我送你回去，我要去甲恁爸母会师嘞。张友连无心意做我的警察，我无稀罕。这张婚书免讲啊！大饭店的发票。解决这种代志上紧的方式，就是当面问清楚。假使你唔敢问，我甲你斗相共。咱是一家人，会当看到你甲文玲幸福，比啥物拢搁较重要。你迄个男朋友看起来真少年呢。即马毋是流行姐弟恋，恁两个是认真的？刚讲伊真少年，互你怨妒啊。灰白色墙面，
挂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雨停了，像候鸟，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